下面就是第二个，下面的第四个应该是，先前就是大愿之回向啊，就是先前这个菩提大愿的这个回向。我即往生彼国以先前成就此大愿，一切圆满无余也，利乐一切众生皆。那么这个刚才前面就是讲了，就是往生了这个极乐世界。那么往生这个到哪里呢？就阿弥陀佛的无比这个庄严、这个清净的就像这个阿弥陀经里面所讲的那样的，就是这个西方这个极乐大国啊，就是极乐这个大国。那么到了那里以后的话呢，我们这个普贤行愿品里面就是所发的这些愿也好，或者说是普贤十大愿也好，或者说是这个在其他的这个相关经典里面所讲到的10万大愿啊，就是10万个大愿，10万个这些大愿的话呢，到了这个极乐世界的时候呢，就是完全就是可以这个现前啊，就是在那个时候呢，就是我们就是曾经在人间就是发过的这些所有的这个愿啊，就是一个微尘当中呢，就是有这个无数的这个刹土，每一个刹土当中有无数的如来，每一个如来面前呢，就是有无数的这个菩萨。那么这些菩萨呢，就是也给大家就是宣说无量无边的这个法门，一刹那间当中呢，就是自己也可以这个去入，并且呢，就是获得了无量无边的这个等次啊、神通啊、功德啊等等等，就是在一瞬间当中，就是饶益就是不可思议无量无边的众生的。像这样的这些不可思议的这些境界的话呢，到了极乐世界的时候呢，才可以这个就是呈现的。就是才可以呈现的。就像我们实践的一般的一个，比如说跟一个幼儿园的这个孩子，就是说是你现在好好读书，你最终的话呢，就是一定会是考上什么托福，或者是考上那个什么大学，就是什么，在这个大学里面的时候呢，那你的这个很多的所愿呢，就是会这个现前的。最后呢，你得到真正的这个就是人生的这个目标。这样一说的话呢，就是原来你小的时候确实觉得是这是一种天方夜谭，但是到最后的时候呢，你自己也知道哦，原来老师给我说过的这些话呢，真的是在这里已经这个实现了啊，就这里已经这个实现了。就是原来我们读中学的时候有一个语文老师，他天天讲哇，你们好好读书，以后就可以到重庆去，可以坐卧车，就是大概70年代的时候。所以那个就是我们这个就是因为我们就是最后到重庆去的时候，都是卧车都已经淘汰了。当时的时候呢，就是老师们就是觉得特别稀有，就所以那个极乐世界可能不会这样的淘汰啊，就是不会这样的。真的这个我们这个所发的这些愿呢，就是到这个极乐世界的时候，完全就是这个实现啊，就是实现。那么实现的话呢，就是这个一个都不剩下，因为我们知道《无量寿经》当中也是讲过，就是阿弥陀佛当时这个发愿的时候呢，就是他说这个凡是就是与我这个期望极乐世界，就是这样发愿的这些呢众生呢，就是都要这个往生到极乐世界，并且呢，他们都变成了这个一生不处啊，就是然后呢就是让这个圆满就是四大，就是圆满和先前就是四大愿啊，就圆满。如果不能这个圆满实现的话呢，那就是我不去成佛啊，就不去真觉，就是也是这样发过愿的。那这样的话呢，一切的这些这个层面所发的这些这个愿的话呢，这些大愿的话呢，一个都不剩下啊，就全部都这个在那个时候呢，就是已经这个现前。所以我们前面就是通过这个16个课盘吧，16个课盘里面所发的这些愿呐，就是对我们来讲是确实是这个就是非常的这个了不可得，就是应该说是就是非常这个遥远。但实际上呢，这些愿呢，就是作为我们现在凡夫人来讲，的确是有一定的这个距离。但到那个时候的话呢，就是一个都不剩下，就全部呢就是在那里这个实现圆满，而且呢就真正的这个不像我们现在这个相似的这个弥勒有情界就到了这个极乐世界以后呢，就完全的是就是无人云自成很长的这样呢，就是弥勒就是利益就是一切的这个天下的这种众生就是暂时呢让他们就是各自的就是安置于这个自己的这个人天这个福报的，然后最究竟的话呢，就是断除他们相续的真正的这个什么障碍就是然后呢
就是依靠这个大乘佛法来，最后就是获得这个究竟无余涅槃，就是会这样的。所以说呢，我们也知道，就是到了这个极乐世界的时候呢，其实最终呢还是这个利益众生为主的。就像华智仁波且在那个什么这个《显观庄严论》的这个次第论里面所讲的一样的，次第修法里面所讲的一样的，就是成佛呢，就是并不是是这个自己已经圆满功德就可以了，但最终的目的呢，就是这个利益众生。我们在这里也是应该发现，就是现在极个别的有些人呢，就是往生呢，就自己就是想这个享乐。就是其实自己想了，而往生的话呢，就是不一定往生。即使往生的话呢，那么这样的这个声闻缘觉的这个极乐世界呢，就是可能是就是没有的，就是所以到那里以后的话，你一定要就是迟早要就是实现你的这个普贤大愿，并且呢，这个菩提这种心呢，就是这个在菩提心的这种这个怎么说啊，就这种这个发愿就是力量这个之下的话呢，一定会是这个利益就是天下这个无边的这些众生啊，就是这些众生，如果你这个没有就是度化这个众生的话，那么就是应该说是这样的这种这个发愿往生呢，就是实际上也是不是很这个就近的因此我们在座的人呢，当然就是我也在课堂上就是说了就是无数次，就是大家也应该知道，凡是这个发愿往生极乐世界的时候呢，就是一定要这个前提呢，就是这个发愿这个发菩提心，就是这是我们讲观经的时候呢，就是好基础都是讲了这个菩提心，这个就往生极乐世界，就是不管是哪一个当中的话呢，就是菩提心是就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以前那个个别的一些大德的话呢，就是他们都只要念佛就可以往生，就是当然念佛的话呢，就是也是佛的这种威力和功德是不可思议的，就是也有这个功德，就是应该是有这种愿力，但是最重要的话呢，就是利益众生。我们知道到了极乐世界以后的话呢，不是天天都是像那个度岁天或者是像一些这个33天那样的是整天都是处于一种这个无念什么一种这个非常这个放逸的这个状态当中就是享受这个美妙的娱乐，就是不是这样的，应该说是就是利益众生是为主的就像极乐原文里面也是讲了，这个比如说就是他就前往呢，就是亲近的什么这个杨柳宫还有这个波扎拉还有呢就是无尽刹土就是等等，就是到那里呢。就是在无量的这个佛陀面前呢，就是听出这个大乘这个妙法，然后到了这个晚上的时候呢，就是依靠神通，就是返回的。其实通过各种这个方式来，就是利益，就是无量无边的这个众生，就是所以呢，我们要知道是这个往生极乐世界以后的话呢，就是让这个先前就是这些所有的这个大愿。因此我们现在作为这个念诵普贤行愿品的人来讲呢，很多都是只是自己这个意念而已的，就是完全是让我们就是让这个感受得到里面的就是所玄妙的这些意义的话呢，就是确实是有一定的这个困难就是有一点好多道理的话呢，对我们来讲是还是这个就无法这个想象的，就绝对是不可思议，怎么会是这样呢？哪天我们一讲是这个世界就是没有这个缩小，就是然后呢微尘就是没有这个扩大，就是但是呢就是也可以在这个上面呢就是有无量无边的这种这个陈述上的话呢，好像是我们怎么样想也是有一定的这个困难。其实这个问题呢应该是很容易的。宝积经里面也是讲过，就是宝积经里面就是说我们现在的这个世界呢。我们现在这个世界是正在那个尘诸坏空里面的在住的世界，但是呢，在个别众生面前呢，就是这个界呢，就是已经这个正在这个毁灭的时候，有些众生呢，就是觉得是这个界呢，是正在这个形成的时候，有些众生呢，就是认为是这个界呢，就是正在这个就是空的时候就是尘诸坏空就是这4个都是在同一个时间、同一个位置当中。这是可以这个现前的我们觉得是这上面是上，就是这下面是这个下，就是然后什么就是坐有就是对我们这些众生来是这样的。但是有些众生呢，这样是就是这个是上，就是那个是下，就是也有这样的。所以在宝积经里面一看，众生的这个业力呢，确实是不可思议的。我们这些众生都有共同的一种业感，就是共同的业感的话呢，我们都觉得是就是这个世界是应该是变成是这样的。
但是也有无量无边的众生，我们肉眼看不见的这些众生的共同的这个业感当中的话，那就完全是另一种这个世界，就是所以一想起了这些就不可思议的这些这个道理的时候呢，我们都这个知道啊，就是确实是这个极乐世界那个普贤行愿品里面说的有些愿的话，那就是我们是就是现在很难这个想象的，但是我们要有这个信心，就是因为确实它是来自于这个真理啊，就来自于真理。这种真理呢，就是谁也就是没有办法就是会这个否定啊，就是没办法会否定。所以呢，我们只有这个依靠信心。其实佛教这个信心很重要的，如果没有这个信心的话呢，很多特别珍贵的东西的话呢，我们会在名言当中会抛弃的啊，就是因为现在世界上是很多就包括有一些这个受到不同教育的这些人的话呢，凡是这个就佛教里面的很多道理的话呢，就是他就嗤之以鼻，就是他根本呢就是没有就是放在这个心上的。那这样态度的话呢，就是永远也是没有办法这个进入这个佛教的这种智慧海洋。所以我在想呢，就是我们很多时候呢，就是需要自己的智慧来就是进行这个观察和就是研讨辩论，就是很重要的。也有很多时候的话呢，就是也要这个自己的这种信心。历史上很多开悟的一些这个大德的话呢，就是先上是指笨笨的，就是并不是特别的这种聪明啊，就是跟他就是说3分钟的时候的是眼睛的是一直转来转去，就是不是那种看起来哇这个人是很聪明的，他都是可能天下所有的这个事情都是就是一览无余，就是非常厉害，但反而就是不一定，就是因为有时候这个小聪明的话呢，就是对什么就是产生这个分别啊，这个不对，那个不对，哪里说错了，这里也是不合理不如法，什么都不行，就是在他的这个分别念当中的话呢，就什么都是没办法这个接受一样的，就只有唯一的自己，但自己呢，就是也是有这个一大堆的这种这个说不完的这个邪见和邪说，就所以说有时候呢，我们就是这个觉得是在虚部里面也是这样讲的，就是依靠一种这个信心，有了这个信心的话呢，就是对密宗的开悟也是很容易的。往生极乐世界呢，就是也是如此的。为什么往往都是就是不识字的，或者说是就是根本没有文化的这些这个老人的话呢，就是到最后这个死的时候出现各种这个瑞相，就是真的会安详的这个往生极乐世界，这也是一种这个原因。就是所以我们想呢，就是应该有一种这个信心来就是接受这些。现在我们暂时是用信心来接受，真正到了这个极乐世界的时候呢，就是才知道是就是所有的这些愿呢，就是在这样的这个菩萨面前呢，就是可以这个完全就是呈现。就是这是讲的是那个讲的什么？就讲的是第4个问题啊，就是第4个问题。这下面是第5个课班了所以今天那个我没有那个就备课，就一天都是开会，因此我就讲的时候有点可能是加很多分别念，但也许效果可能更好一点，也不知道。就有一些巧觉性啊，不好说。有一个老年人，他就听课的时候走了，就给我挥手。我也这样，拜拜。